1月11日100%的步驟。在第一步中，我們毫無保留地承認了自己在酒精面前無能為力，只有這一步能絕對完美。12步驟和12個傳統第54頁。在我來到協會並獲得清醒之前很久，我就毫無懷疑地知道酗酒會使我喪命。儘管如此，我還是不能戒酒。所以當我面對第一步驟時，我覺得承認自己沒能力戒酒是很容易的。但我的生活真的失去控制了嗎？我一點也不認為。結果5個月後，我又復飲了。我想知道為什麼。後來我又來到協會，經歷過受傷的苦痛。我明白了第一個步驟是唯一一個需要被100%實施的步驟。100%實施它的唯一方法就是承認它的全部部分。這已經是我很多個24個小時以前的事了，因為我再也沒有必要回去重新行第一步驟了。